今年咧係15規劃嘅開局之年，咁我今年都好關注呢啲建議係同15係相關嘅。特別係香港喺國家15規劃入邊，我哋扮演嘅角色有啲咩可以同國家嘅戰略係吻合翻嘅。咁其中有幾樣嘢啦，第一個就係我哋香港國家嘅呢個國際供應鏈管理中心，隨住國家咧依家對外高水平開放，咁香港可以作為一個角色咧，就係做一個供應鏈嘅管理中心，就帶動雙向好多企業咧，佢可能嚟香港啦，經過香港就做一個供應鏈嘅管理中心。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有關呢個提過嘅就係呢個非遺文化嘅交流中心啊。咁因為我哋內地又好，香港又好，我哋嘅文化底蘊咧非常深厚，有好多非遺嘅遺產。咁呢啲更加好講好我哋嘅中國故事啦。咁亦都可以利用香港呢個地方咧，咁可以做一啲嘅非遺嘅展覽啦。咁推動呢啲我哋文化中國嘅文化啦。另外可以利用香港嘅 IP 啦，我哋都建立緊呢個國際嘅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啦，咁香港嘅完善法律啦，呢個 IP 嘅一個貿易啦，咁可以喺香港嚟進行，咁呢個都係可以幫助到香港同埋內地呢啲非遺嘅遺產去做一啲嘅宣傳同埋一啲嘅經濟效益啦。